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歡樂世界。今日我哋要探討一個關乎每位市民生活的重要話題：內地規定所有商戶不得拒絕收取現金的政策。這個新規定一出，立刻引起了廣泛的討論。究竟呢個措施係為咗保護消費者，定還是另有隱情？今次我哋就深入分析一下。隨着科技的發展，電子支付逐漸成為主流。無論係網上購物定係日常消費，手機支付、數碼支付已經無處不在。然而，對於某些商戶來講，拒絕現金支付成為了一種趨勢，特別係大型商場同連鎖店。這樣做雖然方便快捷，但卻令某些消費者感到不便，特別係年長者或者對科技不熟悉的人。為咗保障所有市民的消費權益，內地政府決定出台新規定，要求所有商戶必須接受現金支付。這一舉措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。首先，這項新規定的出台，無疑是對消費者權益的一種保護。現金支付作為最基本的交易方式，對於某些人來說，依然是最安全、最可靠的選擇。尤其係對於年長者或者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，現金支付不單止係一種習慣，更係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當商戶拒絕接受現金，無疑會造成這些消費者的困擾，甚至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質量。然而，從商戶的角度來看，這項規定卻可能成為一種負擔。許多商戶，特別是中小型商家，可能因為現金交易而增加了管理成本，像是需要額外的保安措施來處理現金，或者在結算時需要花費更多時間。這樣一來，商戶的經營效率可能受到影響，甚至會有部分商家因而選擇減少現金交易的比例，這樣可能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再者，這項政策的實施也引發了對於未來支付方式的思考。隨着數字支付的普及，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了無現金生活，這是否意味着未來的商業模式會發生變化呢？如果商戶在未來仍然需要接受現金，那麼在技術創新方面又會有怎樣的影響？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。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，這項政策無疑是一種保障。現金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讓很多人感到安心，尤其是在一些小型商戶中，現金交易可以避免因為支付系統崩潰而導致的麻煩。此外，對於一些不願意使用電子支付的消費者，這項規定無疑是對他們的一種支持。然而，從商界的角度來看，這項政策可能會帶來一定的挑戰。許多商家已經開始適應無現金支付的模式，這樣的轉變需要時間和資源。如果政府強制要求商戶接受現金，可能會對商家的經營模式造成影響，特別是在高科技和創新驅動的行業中。另外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，這項政策反映了對社會公平的重視。現金支付的強制性可以避免因為技術差距而造成的消費者差異，讓每個人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中。然而，政府也需要考慮到這項政策的實施成本和商戶的反應，如何在保護消費者的同時，不影響商業運作，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。總括來說，內地商戶不得拒絕收取現金的新規定，無疑是一項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措施。雖然這項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會對商戶造成困擾，但從整體上看，這是對於社會公平的一種追求。未來，政府需要在保障消費者權益和支持商業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這樣才能讓這項政策發揮最大的效用。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分享你嘅意見，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，再見。